大家好，歡迎嚟到101人類觀察研究所，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月山女王。呢度係一個關於觀察人性嘅遊樂園，我誠邀你加入成為會員，或者透過 PayMe、Super Thanks 或者轉數快去支持我。你持續嘅支持可以成為我嘅一種推動力，等我做更加多有營養、有趣味、有意義嘅片俾大家。仲有最好支持埋我嘅副頻道月山精靈，可以嘅話你就記得 like 晒所有我片，撳鐘仔，咁你就可以知道我幾時有新片噶啦。好啦，依家去片啦！依家咧係2025年11月20日晚上，咁今晚咧係會繼續有深宵直播。琴晚深宵直播收視都幾好啊！如果有多啲收視咧，會繼續琴日嘅話題啊。不過我出咗個 po 啦，收羅就話我喂，做乜唔同我商量下先啊？但係跟住佢話唔緊要喎，佢係大把話題嘅喎，睇下點啦。一個令人發指事件啊，大搜查亦都係婆孫大對決啊3.0，咁希望大家咧都支持下。呢一條片啊，就講下一啲大台嘅異象啦。咁大台我其實就真係好少睇嘅，不過我見到呢單甩碌嘢咧，就覺得喂，唔掩飾啦，依家係咪咧即係造假都擺到明做晒假咁樣啊？話説啊，呢一個就係萬千星輝係咪呢個台慶啊定咩鬼啊大獎啊？根據報道啦，《東方日報》陳偉就奪50萬晒呢個勝利 V， 陳展鵬痛失大獎反應就曝光，咁係咩事呢？呢個台慶壓軸大獎每年咧都係焦點噶啦，不過今年嘅抽獎過程同以往唔同，結果咧好多爭議啊！今年就由陳豪、黃翠如、汪明荃、高海寧、陳展鵬、譚俊彥、陳偉、姚子羚、張振朗、馬國明10位藝人代表就進行抽獎啫。其他藝人呢，就喺10人中就選一個人即係落注咁樣。如果佢成功贏出呢，一齊瓜分50萬，即係話呢10個代表抽啦。如果抽中，你又之前成功壓落去佢嗰度咧，咁你就有份分錢。哇！咁即係好多爭議喎，唔怪得知。10位代表咧就每人攞一粒唔同顏色嘅波，10粒波就鬥快喺障礙賽中比賽，最快跑出咧嗰粒波咧就勝出。張馳豪負責就將10粒波放落個閘。不過咧未開始上賽道，代表張振朗嘅白色波已經跌咗喺第2排。輸在起跑線真係喊到無謂啊！第一圈跑出呢，就係陳展鵬粉藍色波，由於陳展鵬粉藍色同譚俊彥嘅藍色好接近，兩個人當時已經行咗出嚟先啦。而正當司儀宣布得獎者係陳嘅時候，忽然間表示要跑多一圈，第2圈跑出呢，就變咗係陳偉嘅紫色，陳展鵬就冇咗個大獎。事後好多網民都覺得咦咁奇怪嘅喂。無線總經理就對呢個解釋呢，彩排時呢的確進行咗2圈，但係發現時間太長，決定由2圈變1圈，話呢個理由好假喎。但可能工作人員就唔知情，直播時候變翻2圈，講到呢，即係令陳展鵬失獎呢樣嘢呢，佢就話係命嚟嘅，最緊要係大家開心。哇！你就講開心啊！如果我由得獎變唔得獎，就好唔開心喎。好啦，至於陳偉所謂贏得50萬免找數簽賬額呢個台慶壓軸大獎呢，就同23個咁多投咗佢票嘅人呢，藝員呢平分咁即係好少啫，每人呢，即係2萬零。陳偉接受訪問呢就笑啦，話分散投資，所以將自己手中一票呢，佢自己就投咗俾汪明荃，即係話自己同汪明荃贏呢，佢都會有份贏，佢就反而冇諗過自己會贏。表示呢個票投俾佢嘅仲有蔡國威、張文慈訓練班藝員嘅同事。問到呢以代表身份抽獎會唔會有份分享喎？佢話其實我都應該有份啩。你睇唔清楚嗰啲賽制。佢話咁辛苦我有份出力嘅喎，唔係冇我份係嘛？佢透露今次呢第一次抽中台慶獎。啲人呢就成日話喂，結婚嗰啲人呢就特別好運，或者即係有啲好事發生嘅時候呢就好運連連喎，會唔會佢都係呢？
較早前咧，佢喺紅地氈接受訪問時，曾經表示想抽到現金，結果又真係開口中喎。佢話：早知我年年都咁講啦。抽獎過程係咪有啲技術問題？佢就話：唔理啦，總之最後結果係我贏喎。問佢點慶祝，佢話過2日都生日啦，咁 lucky 就請朋友食飯啦。你係咪真係有錢分喎？又問一次，咁佢都係話：我諗有啩，冇請。冇都請啦嚇，最緊要開心啊，梗係啦！依家嫁咗醫生啊嘛。好啦，佢透露生日嗰日咁啱又唔使做嘢，所以就同朋友都諗住食飯慶祝。話到今年啊，佢晚上穿嘅 Deep V 晚裝睇落好似勝利 V， 又係喎，成個勝利樣啊！問到會唔會有啲玄機，佢就話下次揀再大件再大嘅 V。即係呢啲其實呢啲訪問都真係冇乜嘢好問嘅喎。嗱，不過我自己睇落咧，陳展鵬個樣都幾愕然喎，而且好多人都覺得，咦，有冇搞錯啊？即係佢個理由咧，牌面嘅理由就係即係話，因為啊彩排嘅時候咁啊，即係2圈就變1圈，其實咧出街應該係1圈嘅啫，但係反而就變咗2圈，即係其實説到底咧，應該就係陳展鵬先係贏嘅喎，即係咁係比較公平啲喎。我就聽落就唔公平啊嚇！好啦，咁啊有一個亦都叫曾文心，就成晚幸運兒咁啊，獲得呢個咩咧339800蚊嘅名貴房車。由於玩壓軸大獎，就係有23個人投票俾陳偉，所以咧就其實每人係分2萬零嘅啫，個50萬大獎。嗱咁即係我講下，我都唔記得咗啊！萬千星輝賀台慶係11月19號啊！即係細個咧就真係喂擔凳仔咧都要喺電視機前睇啊！咁冇睇真係我都冇睇至少哇！我諗有冇20年啊！我諗真係實有成10幾20年冇睇㗎啦呢個節目。依家講真好多演員咧我都唔識㗎，除咗好老嗰一輩啦，我都識啦。我講開又講喎，哇！阿姐78歲啊！佢真係唔似啦，雖然早咁好耐啦，10年8載前，我已經覺得佢反應好慢啊，但佢依然咧都係鎮台之寶啊，仍然咧着衫都係，其實我覺得佢係靚嘅，佢每年咧呢啲大場面咧，佢出嚟啊着嗰啲衫咧都係冇失禮人啊，即係佢個年齡仲孭得起。當然啦，最近都有人就講翻話趙雅芝都好靚喎，趙雅芝好似細佢少少啊，差唔多細少少啦。嗰2個都係佢嗰代咧，可以講即係講翻轉頭，到依家仲係 keep 得最好。咁啊，大家記得啦，李思琪、黃淑儀啊，同期噶嘛，佢哋應該，佢哋2個就完全走晒樣，都係一個大媽樣噶啦。咁講到尾，當然趙雅芝最勁啦，趙雅芝生咗幾個小朋友啊，依然 keep 到。咁阿姐就冇生過小朋友，咁所以佢 keep 到就俾人覺得係容易啲。嗱，另外有一個傳聞啦。當然就係話呢個曾志偉啊，153就俾人傳佢嚇，係唔係？喂，冇得撈啊！俾嗰啲啲KOL 啊，都傳到啊，即係講到真嘢一樣。之前啊，當然有人就傳啦，話佢咧即係翻去呢個大台係為咗報仇啊嚇。咁我又覺得會唔會咁無聊，只係為咗報仇要翻去咧？當然係為錢為主啦。嗱咁有人都問翻佢啊，喂，你係咪真係會離巢啊？其實睇翻咧唔好睇佢個樣喎，佢都72歲噶啦，絕對都係嗰啲人哋退休嗰啲年紀已經到晒頂啊。咁曾志偉喺活動完結後就接受訪問啦，即係呢個TVB 台慶親自回應，有人話佢咧11月完約就走噶啦。台慶上咧，亦都有神秘嘉賓同抽獎爭議啦，即係頭先所講。咁佢回應離巢傳聞啦，就話佢一定會繼續做總經理嘅。佢話點解唔繼續啊？梗係啦，佢錢嚟嘅都傻。佢話暫時未俾人炒魷，都係呢個位啦。佢就暫時咧就話冇計劃走㗎。重提早前接受訪問啦，提到台慶先講，其實因為當日訪問內容充足。唔係有啲咩重要嘢宣佈，就係一個誤傳嚟嘅啫。即係人哋以為佢咁講係因為有啲大嘢，其實就亂咁噏。至於有網傳神秘嘉賓台慶神秘嘉賓係張學友或者鹹校長，最終冇出現喎。咁佢透露咧，其實一直咧
係冇神秘嘉賓，好笑。佢解話咧就唔係人哋甩底，係宣傳片嘅神秘嘉賓，其實係 AI 機械人喎。咦，AI 機械人咁似小鵬機械人嘅。好啦，至於台慶尾聲啊，即係頭先所講嗰個啊，陳偉抽獎甩碌事件，咁啊佢都係解釋翻啦，就係話啊原本計劃係抽獎會抽2次。其後啊，亦都認為時間太長，就改為抽1次。不過因為消息誤傳啦，傳遞錯誤，結果繼續又有2次。咁佢話呢個世界就所有嘢都整定啦，理想係咁，結果未必一定係咁啊！話真係實啱，但係人哋嗰個慶祝咗咁就算啦，最緊要開心。即係其實佢都承認呢個係一個錯誤。哇！咁陳展鵬咪喊都無謂，我係佢就慘啦，同埋壓住咗俾佢嗰啲人啊！就喊到無謂啊！都真係好符碌。即係其實我都成日強調啦，睇呢啲嘢咧，你係睇細節㗎。因為咧一個即係你電視台咁先算啦，佢嘅營運有冇出現問題咧？你好明顯你睇呢啲細節位，就知啲 management 係出咗事。好似譬如我都嗱，唔好成日話我淨係講大台壞話啊。好似 ViuTV 咧，其實之前我都成日發現佢有好多問題，就例如嗰個時間好唔準啊！即係譬如以前佢好 sharp 嘅，講明7點半做嗰個電視節目，8點半做嗰個電視節目，佢 sharp 嘅。依家唔係嘅，經常錯，同嗰個節目表咧嗰個時間係好大出入。呢啲其實咧都係由細節位睇到，你會發覺啊，其實佢哋個 management 係出咗事。當然啦，呢個所謂台慶啊，仲有9大焦點嘅，咁啊就被譽為啦嚇，有啲係甩碌啦，又有啲核突嘢咁樣啦。嗱，其實眨下眼咧，大台真係58週年，哇！一個人即係去到58歲都，哎呀，雖然政府話俾我哋知仲係中年啊嘛，咁但係好多人58歲應該都好多腰骨痛噶啦嘛。好啦，咁呢個係咪圓滿結束咧？咁我唔知個台慶算唔算圓滿結束。司儀陣容，即係講真咧，其實我覺得呢個肥博嘛，即係好多人認為佢好似好得人中意啊。我自己就成日覺得佢笑口噬噬得嚟咧，唔係好上到大台嘅。不過咁你話如果佢同1531比啊，都好似啊個風格，咁啊至少佢高啲。好啦，咁有啲乜嘢得意嘢咧？呢個頒獎禮啊，係2024萬千星輝頒獎禮同時係咪舉行咗啊？咁有啲乜嘢女主角得獎啦？譬如話最佳女主角係龔嘉欣啦，最佳男女主持歐永權、陳貝兒，呢啲都係老嘅名噶咯。飛躍進步男女演員啊，阮浩中我就唔好熟佢，但係陳曉華就成日聽嘅。最佳男女新人啊，張馳豪、陳義德。咁張馳豪我聽過，陳義德就唔係好熟啦。咁全台人就梗係出齊㗎啦。嗱，有啲咩焦點啊？頭先所講有機械人AI 創意配合我哋嘅即係呢個咩大方向啦，係嘛？第二就係頭先所講。唔見咗嘅神秘嘉賓，原來又話其實係機械人啊！呢個都有啲搞笑喎。好啦，焦點3咧，又係嘢討論喎，就係話咩咧？完成亮燈儀式之後，馬國明咧就致辭，有一班藝員咧就載歌載舞咁樣。一開始咧就已經抽獎啦，其中一個大獎由星秀就周志敏獲得。宣佈佢得獎之後咧，佢就喺最後衝上前。由於佢着住一件表演嘅貼身即係體育服，網民先發現原來佢好勁身材。咁有人就話佢又係有啲肥咁即係都係評論佢個樣。好啦，第4個焦點係咩咧？謝天華13年就回歸相隔13年。最近喺 ViuTV 嘅電視劇有見過下佢出鏡就長髮造型嘅。咁依家呢一個樣你睇翻咧，佢都係似翻佢以前嗰個樣嘅。咁相隔13年咁耐回歸，率領30位小花喎，咁多勁歌熱舞仲跳得喐唔簡單。不過咧，唔少網民就覺得小花跳得咧好唔齊。呢啲又係你睇到一個電視台嗰啲 management 嘅問題，即係排得唔夠時間就出嚟啦。又對謝天華做嘉賓咧覺得好不解啊！Laughing 哥都上神台，我都想問佢憑乜嘢 own 一個環節？冇乜嘢㗎，就係 friend 㗎咋。大家其實有時即係睇呢啲嘢真係唔需要咁認真啊！
總之啊，friend 就得噶。你同嗰啲人有人脈，所以好多時成日都話點解你要黐啊？黐埋去啲人啊，黐埋去就有機會噶啦。你未必需要係你係最紅，你最得閒就得啦。好啦，近幾年係有啲人都話佢冇乜拍過劇，又冇人識佢喺大台，佢真係冇拍劇。ViuTV 嗰個劇佢都只不過即係一個唔算好多戲份嘅角色啦。好多人都話：喂，點解係佢唔明啊？再請多次林峰好過啦。咁啊係喎，即係做到佢好似一個巨星咁，實在咧佢就係唔配合嗰個地位啊！即係你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啦。焦點5咧就網民都話年年啊都有賣慘環節喎。喂，呢個好笑啊！我想話俾大家朋友知，而家全世界都係賣橙，因為市道唔好啊嘛。你賣橙係成為咗一個出路啊，一個血路。好啦，結果咧有一個節目叫《光影傳承薪火對話環節》，就由陳豪、譚俊彥、高海寧、張振朗4個所謂前輩就帶領一堆新人啊，以音樂劇形式咧道出演員無限嘅嗰啲等待嘅辛酸，演繹經典歌曲《葡萄成熟時》，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同埋小伙子，哇，都好舊啊！網民就話呢個環節毫無新意，幾乎年年都有賣橙嘅環節，就留言啦，話呢幾年都係呢個新手咩懷才不遇，主題好悶，邊個係導演應該去嘟嘟嘟嘟，又係呢招騙徒呃你錢兼呃你時間。喂，咁你哋又唔好咁講，你哋都免費睇嘅啫，係嘛？你哋有冇課金啊？你唔知，反而 YouTube 嗰啲人賣橙，人哋有課金喎。好啦，第一年咧就話感動啫，年年都係咁啊，就覺得睇到好厭啊！哎呀，你哋真係慘啊，講到出口。又指咧又掛上星二代光環嘅譚俊彥鼓勵新人，好似冇乜說服力。尹迪龍個仔勉勵班坐冷板凳嘅大茄係咩玩法啊？由佢把口講啊，真係特別諷刺。講真，佢都係靠老豆入行。嗱，呢個我真係可以證實係真嘅。譚俊彥最初出道冇人留意佢嘅。佢好似做過下啲港台節目如果我冇記錯，跟住根本就冇乜成績嘅。結果去到即係開始老啦，咁整咗佢入去大台咧，梗係靠關係啦，唔使講啦呢啲係啦。咁跟住仲推到佢去一線啊。嗱，我其實就睇過佢少少咧，除咗覺得佢似李正宰咧，我就冇乜特別深刻印象。講樣佢又未係好靚仔，但係佢又唔係去即係又未係去好差嘅。係啦，咁焦點6係咩咧？譚俊彥取代黃宗澤成魔音喎。黃宗澤曾經某一年頒獎禮同陳奕迅合唱 K 歌之王咧，就係一個黑歷史留低啦。但有網民認為譚俊彥演出更加災難級。聽完咧先知道 Bosco 已經係唱得好好。譚俊彥唱歌係咩事？佢真係好難聽，黐線！彩排時候冇人話佢知嘅咩？佢話我知呢首歌好難唱，因為好難聽。佢話咧，同場新人都唔係好得去邊，唔少人都係走晒音。網民一致覺得明知唱得咁差，點解唔咪嘴好過喎？係咪 K 房啊？比唱 K 仲難聽。大台揾到咁多技安 level， 唱 live 真係好有勇氣。聽得出咧，唔係咪嘴，好心就咪嘴好過。我真係好少聽人哋情願你咪嘴啊。佢好似中學生咧，話劇同才藝表演呢啲又係問題嚟噶。即係根本唔 up to standard 啦！呢啲表演彩排嘅時候已經差，你仲俾佢出街啊嘛？即係啲人嘅資質好有限。好啦，不過有網民又讚翻陳豪醒目，可能知道自己唱得唔好，全程唔唱喎。咁啲人反而話：你不如唱下好過啦，點解你咁堅持一句都唔唱？好好笑。咁第7個焦點咧就話張振朗、林俊琪被指好似玩茄。係啦，咁我就係睇到相啫嚇，就真係好肉酸啊！好似淋啲魚翅朱古力同漆油落個面度。張振朗、林俊琪分別被稱為翻版張智霖同翻版王浩信傳達一個叫我就是我嘅強大訊息。張振朗演繹我就用顏料潑向林俊琪，我呢啲完全睇落係冇需要嘅喎，係玩佢哋。嗱，我就咁睇啦，我估係嗰啲製作人員玩佢哋喎，可能唔中意佢哋唔頂喎。跟住仲同對方自行照頭淋，網民大讚兩個冇介意形象，有人就話似林茄，真係好戇居喎呢個表演，我覺得毫無意義啊！
似玩佢哋啦，可能有人中意佢哋啦。焦點8咧，福祿壽組合，哇！又翻嚟戀愛真人 show，女神配對計劃大受歡迎啊！我真係冇睇過一集都，嗰啲女神冇個靚㗎喎嚇，嗰啲樣咁差都可以叫女神，係咪搞笑啊？好啦，李思捷、王祖藍、阮兆祥咧喺節目展開福祿壽配對計劃，強聯手啊，扮演古天樂啊，呢個啊認叻祥同埋肥牛哥。阮兆祥分析新聞女王二將爆 man 姐表演好搞笑，真係我唔知呢啲節目有幾多人會覺得好笑咯。見到佢哋就唔想笑。當然啦，就係仲有頭先壓軸啊嗰個抽獎出事嘅嗰個環節啦。咁有網民就話其實啊，負責落波嗰個張馳豪一開始咧就唔同步起步，又冇落閘，會唔會因為咁咧造成災難級啊嘅一個出錯都唔定啊？係啦，即係呢個節目又係俾人詬病。你明明係一個大獎節目，搞到咁樣，我見到阿姐嘅笑容啊，頒獎都有啲尷尬。就上海商業銀行免找數啊，簽賬額50萬，原來又係其實幾廿有分嘅。咁啊，阿陳偉都唔自在啦，做咗醫生太啊。不過講真，呢啲其實都冇需要咁認真，台慶都係胡胡鬧鬧噶啦。咁不過都係嗰句啦，究竟仲有幾多人睇咧？我真係好關心。其實呢啲收視相信都會越嚟越低㗎啦。而且我見到嗰班演員啊，平均年齡咧就係接近40到蚊啊。咁啊，陳豪都就嚟6張咯喎，眨下眼，真係時光飛逝。婆婆我都唔睇啦，唔知你哋有冇睇呢？講咗咁多。如果你想知道我寫過啲乜嘢，或者你中意睇小說嘅話，你可以上去 Google Play Store 或者 Apple Books search 黃月山，你就知道我有3本小說噶。或者可以去到 redmoor.com 免費登記之後揾我嘅小說嚟睇下。當然啦，歡迎你透過掃畫面上面嘅 QR code 或者轉數快等等去持續支持我。你嘅支持係我嘅一種推動力。下次第2條片再見啦。